好来，继续来看家人。昨是发生一件杀人弃尸案，这个被害者可能是欠人缴销，互甲处理掉，尸体互放伫冷冻柜，用小货车载去弹掉。凶手伫台中的大甲互掠着咯，互带转去家人门口间。记者甲问题，伊是甲记者呛讲，甲你啥物地带？真唱秋。他是欠你钱哟。 怎么那么狠？你们几个人犯案？是你策划的吗？关你屁事啊！家人货车并拄啊创尸案，涉案的主嫌互掠起来，并对本会态度是小摆个唱手，犯案手段嘛真粗残。 交涉到被害者的尸体，囥要去南小货车的边桌内底，驶到家人山背着路边等伊就逃走。昨日金山分局接到报案，一个超70岁姓赵的查甫人，敢若欠人缴销，叫涉案的主嫌押走，落尾带到八岛一间铁片厝，该拍佮放火解烧。警察过两天伫咧背着路看到尸体，迄天主嫌嘛走到南口，警察伫咧追捕，嘛开10枪，嘛是叫主嫌走去，伊走到台中大甲，嘛伫咧11点，伫咧朋友的公寓叫警察掠起来。警察监视小组一直赶到事发铁片厝收集证据，这是主嫌拍人放火讲烧的所在，和厝主太太惊一条。不知道。 吓死我了啊！我一个晚上都没睡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在施工嘛。施工哦，是不是整理就对了？第一天是我没有锁了，后来礼拜五我看他们工具进来了，我就锁起来。这间铁片厝要另外无出租出去，最近因为风台伫咧征收，所有工人伫咧出入。现在主嫌会经这个所在推人，警察搁伫咧调查。 现在将尸体钱伫咧货车边桌内底，等杀尸体伫路边，有可能是涉案的人想无方便再处理，行踪就叫关系亲掌握，警察卖进一步追踪办案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